己去传达情愫吧，总不要请别人代劳。因为美貌是一个女巫，在她的魔力之下，忠诚是会在热情里溶解的。莎士比亚世间的任何事物，追求时候的兴致总要比享用时候的兴致浓烈。一艘新下水的船只扬帆出港的当儿，多么像一个娇小的少年，给那轻狂的风儿爱抚搂抱。可是等到他回来的时候，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，船帆也变成了百结的破捺。他有多么像一个落魄的浪子，给那轻狂的风儿肆意欺凌。莎士比亚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。莎士比亚一个本领超群的人，必须在一群劲敌之前，才能够显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。莎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，名誉是一个的外貌。莎士比亚世界上有一种人，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心如止水的神气，故意表示他们的冷静，好让人家称赞他们一生智慧深沉，思想渊博。他们的神气之间，好像说，我的说话都是轮音天语，我要是一张开嘴唇来，不许有一头狗乱叫我看透这一种人。他们只是因为不说话，博得了智慧的名声。可是我可以确定说一句，要是他们说起话来，听见的人，谁都会骂他们是傻瓜的。莎士比亚每一个被束缚的奴隶都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手挣脱他的锁链。莎士比亚凭着日晷上前丝的阴影，你也能知道时间在偷偷地走向亘古。莎士比亚草率的婚姻少美满。莎士比亚苦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格，非常的遭遇可以显出非常的气节。莎士比亚本来无望的事，大胆尝试往往能成功。莎士比亚思想是生命的奴隶，生命是时间的弄人。莎士比亚庄严的大海产生蛟龙和鲸迷，清浅的小河里只有一些宫廷族美味的鱼虾。莎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，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。莎士比亚一个使性子的女人，就像翻腾的浊水，纵使口干舌燥，也不愿啜饮一口。莎士比亚真实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。莎士比亚无论男人女人，名誉是他们灵魂里面最切身的珍宝。谁偷窃我的钱囊？不过偷窃到有一些废物，一些虚无的幻值，他从我的手里转到他的手里，他也会做过千万人的奴隶。可是谁偷了我的名誉去，那么他虽然并不因此而富足，我却因为失去他而成为赤贫了。莎士比亚，不要污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，
否则你将以生命的危险重重补偿你的过去。莎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，那实在是一种浪费。上天生下我们，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，不是照亮自己，而是普照世界。因为我们的德行倘不能推及他人，那就等于没有一样。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，莎士比亚爱情的鲜艳的容色和热烈的心，也会因困苦而起了变化。莎士比亚最恶劣的事态总有一天告一段落，或者逐渐恢复原状。莎士比亚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莎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，那就不是真的爱情。莎士比亚宁愿做一朵篱下的野花，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蔷薇。与其逢迎献美，偷取别人的欢心，无名被众人所鄙弃，莎士比亚任何恶德的外表也都附着若干美德的标志。莎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，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，它能使一切恐惧、震惊和痛苦在身受时化作甜蜜。莎士比亚不如意的婚姻好比是座地狱，一辈子鸡争鹅斗，不得安生。相反的，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，就能百年协和，幸福无穷。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，可是不要过分狭隘。莎士比亚如果一年到头如假日，岂不像连日工作那样疲乏？莎士比亚若是一个人的思想不能比飞鸟上升得更高，那就是一种卑微不足道的思想。莎士比亚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，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，也必须在他的德性的光辉照耀到他人身上发生了热力，再有感受他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，才能体会到它本身的价值。莎士比亚富贵固然和友谊的好坏无关，但是贫穷却最能考验朋友憎爱分明的真假。莎士比亚不速之客只在告辞以后才最受欢迎。莎士比亚无言的纯洁的天真，往往比说话更能打动人心。莎士比亚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，不如做聪明的愚人。莎士比亚闪光的东西，并不都是金子，动听的语言并不都是豪话。莎士比亚华夏在富丽堂皇，也只是坟上楼阁。莎士比亚明智的人绝不坐下来为失败而哀嚎，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加以一贯。就莎士比亚，道德和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。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显的门第败坏，
把巨富的财产当毁，可是道德和才艺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配的神明。莎士比亚黑夜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，但却使耳朵的听觉更为灵敏。它虽然妨碍了视觉的活动，却给予了听觉加倍的补偿。莎士比亚自有戏剧以来，他的目的始终是反莎士比亚充实思想，不在于言语的复利。莎士比亚在时间的大钟上只有2个字：现在。莎士比亚简洁是智慧的灵魂，冗长是肤浅的早逝。莎士比亚千万人的失败，都有是失败在做事不彻底，往往做到离成功上差一步就终止不做了。莎士比亚情欲犹如炭火，必须使它冷却，否则那烈火会把心儿烧焦。莎士比亚对自己不信任，还会信任什么真理？莎士比亚心中充满旋律，能渗透到人们的心灵。莎士比亚，我的言语高高飞起，我的思想滞留地下。没有思想的言语永远不会上升天界。莎士比亚美貌和智慧很少结合在一起。莎士比亚让我指点20个人做人的道理，倒还容易。可是要我做这20个人中间的一个，奉行自己的教训，就没那么简单啦。莎士比亚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凡事必须三思而行。莎士比亚道德和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。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贱的门第败坏，把巨富的财产当毁，而道德和才艺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朽的神明。莎士比亚人若神经紧张，说东道西，就会犹豫不定，反把事情耽误了。耽误的结果是叫人丧志气连，寸步难移。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，但不要狭隘。莎士比亚起先的冷淡，将会使以后的恋爱更加热烈。莎士比亚如果要别人诚信，首先要自己诚信。莎士比亚当命运突然改变了心肠，把他的宠儿一脚踢下山坡的时候，那些攀龙附凤之徒本也跟在他后面匍匐批评的，这时候便冷眼看他跌落，没有一个人做他患难中的同伴。莎士比亚残忍藏着锋利的牙齿，莎士比亚忠诚因为努力的狂妄而变得毫无价值。莎士比亚人生就像是一匹用闪恶的丝线交错成的布，我们的善行必须受我们过去过失的鞭挞，才不会过分趾高气扬。我们的罪恶又赖我们的善行把它们掩盖，才不会完全绝望。莎士比亚，我可以教训20个人，吩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，做这20个人中间的一个，履行我自己的教训。
我就要敬谢不敏了。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，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莎士比亚装傻的好也是要靠才情的，他必须窥视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，了解他们的身份，还得看准了时机，然后像窥视田眼前每一只鸟雀的夜莺一样，每个机会都不放松。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。莎士比亚一切朋友都要得到他们忠贞的报酬，一切仇敌都要尝到他们罪恶的苦悲。莎士比亚没有德性的美貌，是转瞬即逝的。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，有一颗美好的灵魂，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。莎士比亚万事总居首权力派，不能但问良心。莎士比亚爱和炭相同，烧起来的没法叫它冷却。莎士比亚一套衣服、一顶帽子的式样时髦不时髦，对于一个人本来是没有什么相干的。莎士比亚只需一阵烈风就能把乌云吹散，并不是每块乌云都能引起一场风暴。莎士比亚失去了诚信，就等同于敌人毁灭了自己。莎士比亚，我荒废了时间，时间便把我荒废了。莎士比亚，爱情是叹息吹起的一阵烟，恋人的眼中有他净化了的火星，恋人的眼泪是他激起的波涛。它又是最智慧的疯狂，更厚的苦味，吃不到嘴的蜜糖。莎士比亚，青春是块原料，迟早要制作成型。莎士比亚，青春的特征乃是动不动就要背叛自己，即使身旁没有诱惑的力量。莎士比亚，若有旱烟，其实岂知莎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，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。莎士比亚人的一生是短的，但如果卑劣地过这短短的一生，就太长了。莎士比亚，您的花言巧语对于了解您的人来说，是足以泄露您的空虚和弱点。莎士比亚人在不走运的时候，总是带出一副老。莎士比亚，爱情不过是一种风。莎士比亚，报复不是勇敢，忍受才是勇敢。莎士比亚，自古红颜多过命。莎士比亚，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，多么高贵的灵性，多么伟大的力量，多么优美的仪表，多么文雅的举动，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，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。宇宙的精华，万物的灵长。莎士比亚，漂亮的阐发给俊俏的脸蛋平添光彩。莎士比亚，直到再找不到对手，
才收藏起自己的剑锋。莎士比亚人生苦短，若虚度年华，则短暂的人生就太长了。莎士比亚90上得来的朋友，等到酒尽樽空，转眼成为路人。莎士比亚时间老人自己是个秃顶，所以直到世界末日也会有大群秃顶的徒子徒孙。莎士比亚爱情不是花映下的甜言，不是桃花源中的蜜语，不是青年的眼泪，更不是死硬的强迫。爱情是建立在共同语言的基础上的。莎士比亚天色越是晴朗空明，越显得浮云的浑浊。莎士比亚名字有什么关系把玫瑰花叫做别的名称？它还是照样芳香。莎士比亚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结。莎士比亚音乐有一种魅力，可以感化人心向善，也可以诱人走上堕落之路。莎士比亚谁想要马高山夷为平地？当一座山推倒以后，另一座山又已经堆了起来。莎士比亚毒药有时也能治病。莎士比亚从各方面对习俗的质疑，是每一个莎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。真诚的爱情永不是走一条平坦的道路的。莎士比亚没有力量的意志，就如同假装士兵的莎士比亚生命的短促，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遥远的后世。莎士比亚时间正像一个趋炎附势的主人，对于一个邻居的客人不过和他略微握手，对于一个新来的客人却伸开了两臂，飞也似的过去抱住他。欢迎是永远含笑的，告别总是带着叹息。莎士比亚不应当急于求成，应当去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，锲而不舍。时间会成全一切，凡事开始最难，然而更难的是何以善终。莎士比亚大海有崖岸，热烈的爱却没有边界。莎士比亚，我们宁愿重用一个活跃的侏儒，不要一个贪睡的巨人。莎士比亚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统。莎士比亚爱和炭相同，烧起来的没法叫它冷却。莎士比亚，假如我必须死，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，把它拥抱在我的怀里。莎士比亚没有比正直更富的遗产。莎士比亚血液中的火焰已燃烧起来，最坚强的誓言也就等于草杆。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。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莎士比亚白糖上面浇蜂蜜，蜂蜜上面盖白糖。莎士比亚心灵的伟大表现的并不明显，因为莎士比亚尿泡虽大无精养，
平陀虽小压千金，莎士比亚有德的妇人，即使容貌丑陋，也是家庭的装饰。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，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莎士比亚演戏的好像总是那3个人丈夫，莎士比亚竟由爱早还是爱逐境迁？莎士比亚勇气是在磨练中生长的，莎士比亚爱和碳相同，烧起来得设法叫它冷却，让它任意着，那他就要把一颗心烧焦。莎士比亚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，可是热情激动起来，就会把冷酷的法令灭弃不顾。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，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樊篱。莎士比亚，你要看见朋友之间用的这不自然的礼貌的时候，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感情已经衰落。莎士比亚生命短促，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辽远的后世。莎士比亚不要指着月亮起誓，它是变化无常的，每个月都盈亏圆缺。你要是指着它起誓，也许你的爱情也像它一样的无常。莎士比亚最深刻的真理是最简单和最朴素。莎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患难相济，